我夠膽講啊，係成個坦洲呢一套141平方嘅豪裝4房雙套間，你如果睇唔啱其他樓，你真係不需要再去睇啦。10萬蚊嘅首期，現樓現證，即買即住即交樓。南向嘅陽台全贈送，仲睇住一線嘅法式園林景觀，而且樓下仲有業主樓包，翻到香港荃灣太子、尖沙咀以及澳門非常方便。以及咧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，以及帶產權嘅車位，以及兩地睇喎。呢一間房間全贈送，唔計你面積，門口咧仲帶咗一個實木嘅門，3七開豪宅嘅標配，5合1智能門馬鎖，全屋智能家居系統啊，同樣都係交標。南向嘅陽台全贈送，北向嘅陽台咧就可以作為你洗衣弄曬嘅一個地方，廚房都可以做到一個大明窗嘅設計啊！非常之 OK， 所見即所得，成個客廳嘅開間都有足去到4.5米，非常闊落，3分鐘揸車就可以去到山姆會員店。呢邊係另外一邊休息區，可以感受下。另外嘅4間房間就分佈喺呢度啦，做咗雙套間嘅設計，可以呢間房間可以留翻俾你嘅爹哋媽咪。公共洗手間所見即所得，呢間就可以作為你嘅兒童房啦。非常之卡哇伊啊！主人房啦就係呢度啦，呢個面積又係唔計嘅喎，又同樣朝南向，樓下仲有泳池啊、球場啊，一應俱全。去到山姆會員店得3分鐘嘅時間，去到港珠澳大橋、人工島以及拱北口岸10零分鐘。10萬蚊嘅首期，你仲可以做5年嘅免息分期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，我係小夏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